大家好啊！我出得嚟講嘢都未必係好事啦，因為講得嘅都可能同啲自殺有關。暫時我個頻道都係咁啦嚇。當然即係今日要講嘅就係一件都幾悲傷嘅事啦。太古城母親自殺之後，到個女自殺。我喺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工作咗好多年啦，之前退咗落嚟啦。但係我今日都即係想就住我嘅經驗講講呢一單嘅事，亦都講一講網上嘅一啲嘅評論啦，我點樣睇？又同埋咧就係作為家長嘅，應該喺呢件事裏邊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反思嘅。我先講一講咧，即係分析呢件事啦。母親嘅自殺原因先啦，係嘛？我即係喺件事睇報道嘅啫。咁喺報道裏邊，我睇到一啲嘅端倪啦。多就唔多嘅。但係我都想即係講一講母親即係自殺嘅原因係乜咧？事件裏邊我哋知道咧，就係關於兩母女喺教育上面嘅一啲嘅爭拗。呢啲咁嘅情況咧，即係去到要媽咪即係拗到最後要自殺嘅咧，香港實在唔太多。多數喺呢啲事件裏邊咧，都係子女會自殺嘅，即係經過一段長時間，家庭對於佢哋嘅子女嘅教育期望同埋一啲壓力之後咧，自殺嘅多數都係子女，好少好少。或者我未聽過啦又係媽咪或者係父母嗰邊會因為教養嘅問題咧去自殺。但係我估就係個母親可能覺得對個女有啲要求但係佢當然唔覺得係一啲過分嘅要求，但係感到已經係即係束手無策啦。又可能啦我唔敢講一定，佢又得唔到身邊人嘅支持同埋鼓勵好多時可能呢啲會係同丈夫或者其他家庭成員咧喺教育子女方面有唔同嘅見解都未定所以就去到咧就係感到好無助。當然導火線就係同個女嗌交啦。嗌完之後，個女仲要即係走入房可能閂埋門對於個母親嚟講，就係嗰個嘅無助感好強喺情緒即係唔能夠控制之下咧，就自殺。到個女啦，個女嘅自殺原因，我諗大家會更加易理解啦。但係我都講一講啦。或者有啲嘅方面，可能大家未必睇得到。我哋都知道咧，每一個自殺個案咧，最少對身邊6個人咧係造成重大影響嘅。今次個影響比平時我哋講嘅可能更加大添。因為母親嘅自殺對於個女嚟講咧，係因為佢哋嘅爭拗而導致嘅。佢仲要係睇到母親倒卧喺平台上邊，呢個係對佢帶嚟好重大震撼性嘅影響。呢個震撼性嘅影響咧，係俾佢有一個好大嘅罪疚感啊！佢會覺得即係自己即係帶嚟母親自殺，個傷痛會好大。亦都係會覺得自己做錯嘢或者做得唔好令到媽咪自殺。另一種嘅可能咧，或者同時發生都未定㗎就係佢會感覺憤怒。點解媽咪要用死嚟對佢作出指控？我讀書
讀得唔好又好，我有自己嘅諗法都好。母親唔中意，但係點解要去到用死嚟做一個指控呢？對佢，咁呢個係雙重嘅一個諗法嘅時候呢，對佢係造成極大嘅心理創傷嘅，係好犀利。有人或者會覺得即係市民啦嚇，喺呢一方面我可以跟住講落去嘅就係有兩個點，佢哋會好多時提到，我喺網上邊都睇到。第一咧就係有關部門點解冇足夠嘅支援，評估係咪出現咗問題啊？因為事件裏邊咧對女兒咧係作出咗一啲嘅心理評估嘅，媽咪個上司幫佢做咗一啲嘅心理評估。咁但係之後咧，點解又會由得佢同爸爸離開，冇人去繼續提供支援嚇，由得佢哋就咁走？咁我睇法啦嚇，第一女嘅自殺咧，可能會有幾大程度上隱藏咗佢嘅自殺危機，佢冇喺外人前面去表達，有可能佢已經係立定咗佢嘅諗法。咁但係亦都係因為咁樣樣咧，作為專業人士咧，其實應該有更高嘅敏鋭度，會係對呢一種嘅情況咧係比較保守啲唔係咁輕易可以就俾個女就咁離開，就算有爸爸陪同，咁亦都要評估下究竟爸爸有冇可能喺嚟緊呢段時間24小時咁看住個女。咁事實上即係我哋睇到嘅情況就係未必得啊。點解未必得呢？嚇？咁呢個就係牽涉到一啲市民講埋啦，就係對爸爸有一個女一個人喺屋企嘅情況出現咗。但點解爸爸會咁樣做呢？咁呢方面我諗可能我做咗咁多年防止自殺工作咧，我會比較理解啊。咁第一就係其實個爸爸咧，佢面對緊好大傷痛㗎，即係喺個女女自殺死亡之前，因為佢太太都係已經啱啱離世自殺死咗。佢肯定嘅就係佢自己嘅情緒都未處理好嘅。佢同時間開始仲要處理太太嘅身後事。有好多嘢要諗。腦裏邊好多嘅思想思緒。過往嘅一啲嘢同太太嘅片段可能都喺個腦裏邊咧轉緊。諗緊自己有冇啲嘢做得唔好嘅。諗緊自己係咪對於太太嘅自殺都有一定程度嘅影響導致到呢一個嘅悲劇發生。咁同時都要諗下點樣處理女嚟緊佢嗰個嘅情況女兒嘅危機佢嘅情緒又要點處理？佢絕對唔係一個專業喺呢一方面應該要諗咁多嘢，要處理咁多嘢，其實佢嘅思緒應該一定好混亂。同時佢即係要諗咁多嘢嘅時候，有可能其實佢未必會咁能夠理性地或者理智地去再去處理諗埋個女嘅問題點樣去幫佢會唔會需要24小時看住佢咁？但係佢亦都可能同時亦都要照顧其他嘢。可能我聽到話係落街買啲嘢上嚟俾個女食咁佢自己都要食。咁呢個生理需要又唔可以忽視。而即係冇好周詳嘅諗埋即係掛住好多嘢而漏咗呢一樣掛萬漏一咁所以我諗嘅就係
網民對於呢一個嘅父親嘅指責，我理解啊，因為我哋都唔想見到個女都自殺啊，佢的確係高危情況，但係我又諗就係其實對於個爸爸嚟講，個指責係有點而係喺佢傷口上邊再灑啲鹽啊，仲要係死埋女兒之後講呢一番説話。嚟緊呢，我只係可以講佢嘅危機仲更加大佢嘅自己嘅自殺危機都應該係非常之高。我希望唔會再出現第三個啦咁但係事實佢係真係好大風險。咁講到呢度，我跟住就想講下，即係由呢一件事裏邊一件好悲傷嘅事去睇下即係香港嘅父母應該點樣睇子女嘅教育。當然唔一定係完全因為呢件事事實上我哋好多年已經講青少年自殺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學業對家庭對佢嘅期望呢一啲我咁睇啦我哋亦都講咗好多年啦，教育本身咧係為咗幫助兒童成長，副產品我哋先至係為咗兒童將來成長咗之後揾出路。咁所以我哋係咪唔應該為咗讀書呢一樣嘢嚟令到家庭成員關係破裂？更何況要去到自殺呢？我哋係要幫助細路仔喺佢哋成長期裏邊得到正常嘅教育。至於咩叫正常，係咪要考第一考得好好揾到將來嘅出路先至叫做正常嘅教育呢？我諗理性啲去睇嘅話，其實都一定唔係。我哋講嘅教育其實係細路仔得到一個正常嘅世界觀，正常嘅對事物嘅是非嘅睇法，正常嘅對人處事嘅一啲嘅技巧態度，唔係應該係講緊成績，唔係應該講緊讀咩學校、讀啲咩科、將來做啲乜嘢嘢。所有呢啲嘢其實都只不過係次要嘅嘢嚟嘅啫，唔係最重要。咁不過當然啦，香港嘅教育情況大家都知道，好多時將家長又好、小朋友都好，都好似推咗去呢一條比較殘忍啲嘅路裏邊。我個人認為每個細路喺唔同嘅特質性格背後喺後邊，我哋都應該理解佢哋嘅獨特性佢哋有唔同嘅時間唔同嘅長處強項每個人嘅發展都唔應該一樣咁所以家長應該喺呢一方面放鬆。我哋需要俾兒童一個開心嘅成長期喺屋企裏邊，你應該得到關心同埋支持，而唔係屋企變成一個壓力嘅來源。呢個壓力來源唔係淨係俾咗兒童嘅，好多時喺嗰個嘅學習嘅過程裏邊咧，即係讀書嘅過程裏邊咧，呢個壓力其實好多時係同時間都俾咗家長，大家都唔開心，好大嘅張力喺家庭裏邊。有啲無謂我覺得，即係最終好多時真係因為咁樣樣而損失咗嘅，唔係兒童嘅將來嘅工作或者學業成績，我哋損失咗嘅係一個生命今次仲可悲嘅係兩個生命。咁所以有機會嘅家長應該好好咁樣即係珍惜
同子女一齊成長呢個時間，因為唔係好長㗎咋，十鬆啲年之後佢就係佢自己㗎啦。呢十幾年裏邊唔去珍惜同佢哋開心相處，見證佢哋一個快樂成長嘅期，將來可能你都一世都未必有機會。呢個係我由衷嘅説話。多謝各位，我係曾展國大家有興趣嘅可以 subscribe 我個頻道。我唔會成日出片嘅，我好耐先出一次。咁將來如果有機會講到一啲自殺嘅問題青年成長嘅問題嘅時候咧，你可以睇到我講嘅一啲嘅説話我嘅心聲或者我對呢啲事嘅理解。多謝，OK，拜拜。